拿着路，大港铺出去，现在你去进入视频里面。我做了什么？我忙着播讲马永达、黑马来意、李姐姐、小卡港、有张忙手、有山东手有。我呢，家的我要出手。我呢，早餐是弄用来一笔，我的同意兄弟设计，不懂学术资源。有三年。多数是那国一手，春打山大港，几个省也省，现在的可以更多。拿出自己国家的没能用的我，人人在港多查，拿出港来的人，我提起当多年，用那玩落下身，拿错我这落下我不有。长毛流生了，但是有。Kita akan potensi untuk beliau langsung. Nanti kalau tentu aja, sangat lama.